Hello，大家好，歡迎收睇新股速遞。今日同大家介紹嘅新股係香江電器啊，上市編號係2619嚇。咁啊，公司方面係內地啦，湖北省啊為基地嘅生活家居用品嘅製造商啊，有啲做 ODM、OEM 嘅業務嚇。我自己睇法咧就係一啲內需嘅板塊都係中上啲啦近日出啲零售消費嘅數據都係好嘅咁樣。6月17號開始招股，6月20號早上9點半截止認購，6月25號咧首掛上市發行價格2.8毫6至3.3毫半入場費3300蚊多啲，集資額2億多啲啫噃。睇集資額定價等等咧，全部都係細咁似乎咧有啲炒味，係有啲投機性喺度，適合咧可能搏下第一日高開嘅機遇啦。我係證監會持牌人，以上嘅股份我係冇財務權益嘅。